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臨，我係 Rita 林玉天。哇，大家平常時好看咧花花草草呀，好自家種花花草草麼？喺今半年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看來認識當到冇窮樣嘅趣味。大家點冇？其實前度嘅趣味沒有代表冇窮樣嘅性格，當場花有嘅花語窮樣嚇。無論係人自家家本基上嘅，也係講咧趣味嘅特性是安樣嘅，大部分大家嚇當到嘅詞彙哦。韓國透過今日嘅節目嗬，安尼來看一則一則嘅故事，呢故事裡都有聽到感同人心嘅事情哦。安尼今日非常非常嘅歡喜，邀請到兒童文學作家陳淑儀先生嘅安尼節目嘅好朋友，淑儀先生你好。大家好，我係陳淑儀，歡迎來看書。哎呦，先生係咪講我歡迎來看書？今半年安尼喺書當中先跳出來，我來看當道嘅趣味。所有嘅朋友你都看，先生今日帶了安道。哇！安道嘅種子，種子，你客家話講，上次會講因，係嗎？講因，就是一個一個的。幾個咧是寫嘅種子啊，你講走，留下來走種，走種，係啊！先生今日帶安道東西來嗬，其實有一本書我當大家大家推薦係《趣味研究社》，我們來研究植物。先生，我自家看嘅書，對你了解以後，我發覺我當佩服你，因為你參加前度嘅社團，讀書嘅時節啦，係啊，讀書嘅時節會去參加。前幾度嘅時，有時有可能前幾植物社。有好做拼布，有好自家做東西，好有可能有請到一位彈吉他，我會吹口琴，係，還會吹口琴，係呀，所以你自家本身做學生嘅時節啦，真好搞。咁因為寫了植物研究社，係你僅僅是像參加了社團，是對你當有興趣。其實哈，我做線上嘅時節就參當窗嘅時間，我係自然老師。然後我對學校做學生嘅時節啦，來準備做，還擺做國小老師嘅時節，讀師專。那個時候我也有參加我們叫做博物社。博物社，他除了研究植物通分美就，所以其實嘛，真有興趣做老師講，還擺做線上嘛，教小學嘛，充實自己。對，其實我改下 NE 師資養成嘅教育哈，按到包班制吧，所以是全才嘅概念。國語也要教，數學也要教，對啊，所以當時我都乜嘅課蠻有爽，我對植物親就很有興趣，對。所以先生，你今日帶來的全部係你自家收集誒，不用花錢買的。自家營養嘅係啊，營養買。佢你睇你就熟食嘛。當度好，差唔多你喺世界開發，嗰一餐乜是打結果子咧，一係鳳凰木。鳳凰木，對。那小男生通常走刀子啊，來搞些。睇你咪做得，那做落嚟做埋是。打食物，唔知打乜嘢食物。他因為鍾情升起，你中文。我啲，你嘛嘅。你好，當好用，前當然係工人傳統嘅世界。很啱啦，很啱啦，係樣人，靠哦，係蘇爽哦。你係係咧阿伯樂，阿伯樂，可以開發青醬哈。係開發東醬，黃金魚，係我按佢講黃金魚。韓國咧嗬，你嘅靠是只冇同睇咧，因為靠難睇咧地度嗬有一種其實悄悄嘅味道。其實佢唔係一個種子哦，係你要去打開來看哈，其實佢係一個種子夾啦，然後你看你地板，你看兩張係一個種子，其實係軟軟啊，確實有啲味道。有啲味道嗬，可能佢一樣因為寫有啲
虫儿也系嘛个来帮助它传播种子。发芽真紧当这样，发芽真紧当这样。所以你今日带来安度吼，本大家来认识冇穷嘅植物吼，所以家下你讲到，其实植物没有几一家嘅性格，尤其係電嚟會看是係從兩本書地圖看，你植物研究社本瑞塔納度嘅時間我唔啱開始看哪種發幼嘅發動熟悉，不過看啊看，我除咗對本來我認識嘅發很了解以外，我本了地圖嘅故事寫到。其實佢唔係介紹，嘛係花兒，嘛係花草，嘛係樹兒，唔係佢。兩種嘅花兒，佢會對照到學校啲，因為我選嘅植物吼，差唔多係啲校園植物，會看到嘅植物，佢會對照到校園有乜嘅人物啊，校長啊、志工啊、線上啊、同學啊，乜嘅同學會讓乜嘅植物對照起來。從我開到第一隻故事，曇花，你係講芎花係嗎？芎花係啊，你曇花我細細講夜來香美，夜來香夜來香美，曇花係一種，其中一種，就是安布拉克我提一隻故事是用曇花來對照佢線上嘅初戀。哇！對啊，所以其實佢唔係介紹植物而已，佢從來係為了學校嘅人物對照，然後有一隻故事出來。嗰種是因為上係愛用影像，主要是本大家來認識植物嘛，又係講透過植物來觀察你心間度嘅情感。你地圖我就有聽到人際之間的互動。其實我提到文學這個東西啊，青松老誒，還係看到人性，人嘅心間度嘅心情，人嘅想法，人嘅做法，嗰啲所以講故事嘅時間好重要，係係在講人。講人時間就讓佢對照一隻植物落去嚇。除了了解人嘅想法、人性之外，我很想小朋友來看啲故事，了解到了解人嘅故事以外，還做得了解植物，所以讓佢加起來。對啊，你係愛用嘅，所以因為大家係講看到書名研究生，我就當認真來研究。不過我遲到看了本書嘅時間咧，教育家，佢哋一個教育家嘅兩個庫係立倉，我遲到了大概成年時從了都花花草草安定一下。我自家佢哋了讀者，也係講我自家尊重，我自家係小朋友，我遲到了地讀一個當重要嘅馬偉老師，好一個寫來線上，好啲係植物研究社嘅，所以指導老師，我遲到佢當幽默。唔係嚴條，不過實當要認真，要當要耐心去教小朋友。應該對我來講係一隻心肝讀清標準嘅線上係兩種嘅人啊，係啊，你係咪你對佢係講你無論求學嘅哪隻階段，做得都到按用嘅線上是非常好，親好人，係真正做得開啟你當到嘅倆想法，而且佢唔係自動當嚴格，嚇乜嘅。我講嘅是算，可是既然唔係當寵孩子，應用半年就做得好，嘅原則我哋都抓得很好。係，所以線上你自家做線上嘅時間，你使用按樣嘅認真去做。我到一隻線上未係愛慢慢成長出來啦。像我講，我讀師專出來畢業，你是去做國小老師，其實一下開始。到慢慢你教書到幾十年來步，然後大個退休，喺中間對線上來講，根本係慢慢成長過來嚇。所以其實唔係講兩隻線上好啊唔好，應該來講兩隻線上，那兩隻學生啊。都也適不適合，不是因材施教嘛。然後有時候，這個老師像馬偉老師，我起到其實佢當為觀察嘅學生啊，用扮演嘅性格嘅學生啊，佢會用扮演嘅方法俾佢接近。所以我起到老師咪係慢慢
教学相长，嘿，走。所以你啊可能让你今天参加社团，我就有动台关系，因为我伫咧树地图，我已经发觉讲，对任何的隐私会哈，要细心的观察，要适时的倾听，咱讲莫强加下判断，下这个应该是你爱判断系讲，上好多对啊，对啊。梦晴才是讲，啱错，不要直接的评判他。尤其系俩的时候，见得见厉害。动入上班咩？动入上班，用好好沟通，也讲你点一下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对啊，你下当拄好俩撇出的时间，其实咪系讲，大家冇共用的俩学程，系只毕业的时期啦。是，无论可能谢师宴呐，也系讲动因出去聊啦，毕业旅行啦，哈。我会记得讲，看到俩地图凤凰花。凤凰花开的时节是离别的时候，所以因为讲看到凤凰花，虽然去冻酱冻脑眼，好奇怪，看到会心酸酸呢。可是所以俩日本人是会想到安尼，知道凤凰花是代表离别。可是我当爱故事里边读啊，我是会希望讲小朋友莫听执着的离别啦喂。希望讲，其实你毕业甲底边读故事底边读用个凤凰花做一只蝴蝶，做蝴蝶书签啊，哈，你伫旅行都有安样经验吗？其实我细细正经我有，自家有做用配的花，我很喜欢压花，他起了用压花的方式做一只凤凰花的蝴蝶安样哈，啊，后面是看到讲，凤凰花代表离别，其实我的故事里边都是讲，不尽然啦。我送伊一只凤凰花的书签，汉白你打开来，你是会想到啊，开始4年，你想到我是会想到，以前可能你会讲俩还按你还很有联络，开始打个电话，或是赖一下哈，然后还亲到咧，你做哪一位？我是想念你，祝福你，我咪就想到你，我是到每一天来讲。凤凰花是起到心酸酸啊，所以是本于一种新的想法。可能一样我起到讲，心肝都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原来吼，其实你自家青岛的想法，透过某共用的文章，本你新的感受哦。你真好啊！真好。等下倒转来哈，你树地图当然还有其他动作的切播，你还会来搞到植物的小游戏哦。转到福气来嘞，你哈西双性变又动到发发臭臭，没系你动好的玩具哦哈。先生，我想吼，伫遐树地图，我没有看到哇，我细细是会搞的东西。烟烟草，应该讲基本几个字面到哈公夹，譬如讲哈公夹，可能农人家会讲你做咧铺来是凉啊，是凉生意是动好搞。生意都知道哈公夹冇嘛个，烟草好神奇。真嘅，因为佢真嘅咪烟嘅，譬如讲小红是有，声音咧，音伫咧搭配咧，子弹啊哈，错是，韩国电机下走咧，哈，其实我雾色，该咪动为音音咧，该很好为音音，我知道哈，你很易按到哈公夹，其实真好呢，用办个，动墙，会双墙哈公夹，你也只细细的哈，一哈细细的地白读啊，我看啊。你真紧是只哈公夹，嘿，学萝卜按到恰查某啊。我是到你讲哈公夹，韩国烟烟草，咪亲生起的面。当贴切，当贴切，所以生意是动好搞了，动好搞，你要有天烟有环保，我知道真好搞的时间，我们会帮他传播它的种子，对，基本搞，你知道去散播出去，真紧是系按用的，出来按用的吼，我哋还会搞该种的，应讲幸运草呀嘛，做酱花、做酱草，佢可以系紫色诶，有的系做酱草哈，佢系可以黄色诶。你搞的那种哈，还可以紫色叫做紫花做酱草。哇，基本2种。细细时间我都会教，阿婆是讲我都讲，老记得紧哈，洗出来，地图有一条最油诶，左边拿来，好像这个打战啊，敌人可能拔河，根本本来
讲深到出来，结讲了，平日嘞哈，你下啥冇看到佢嘅样子，你全部没有长得很好啊，也还不认识他嘞，该做的是呢。我操，那个该那个筋有吗？酸酸的，做得粘豆染，阿婆讲细细时节记得什么粘豆染，哦，那来是其实都好讲究，那棒一了粗粗的就是了。俺没有去试过。其实哈，除了拔河之外哈，那为了可以走成一个草毽子哎。哦，是像你讲讲细起来没拔河是吧？那没拿来拔河，只要贴起来，好变成一把小一把，变成2把的时间拖起来。是像一张绿色的绣球，那就是为按条约踢，做草毽子，真神奇哦。系呢，这个你下系讲深度，还系做得按用你来。比如话求年嘛，我不看顶楼啊，哈，就种菜啊，是动豆该种的紫花做香草，还是棒起来是走毽子啊，还没踢咯。哇，可是根本冇看到佢的踪迹，所以冇再过了。所以所有的朋友啊，你自己要看到一些紫花做酱草哈，你是做得老紧拿来，其实没好，就讲哈，就讲哦，在讲做毽子，还讲拿来做拔河游戏，是很棒啊！我觉得 any 世界搞的东西，其实像讲轻环保啊，哈，而且你还懂好手眼协调，又有创意，系啊，所以。难怪你的俩很聪明啊！真运动好高。还有一种挺神奇的种子，你去看，像你的猪笼板菜包吗？菜包有抢吗？有，线上刚讲爱读需要了哦。读需要嘞。系啊，真紧。那不用你地，不用你地，个肉的入落去是像银菜包，那系嘛个银的啊？你嘛个？佢按到银叶树。银色的银，叶片的叶，银叶树叶种子。你西双看得到呢？西双看得到，你常常有看到。有，那种子。嘿，就等于为了去做吊饰啊。哦，放假。嘿啊，我知道。所以你都有去不？你地图还有隆，还有地的上。就都有上。所以平时是对了都有植物哈，起到请好高，然后就很有兴趣，所以长会讲，我写故事时间哈，然后见到一张一张的音对照起来，就变到植物研究社。那地图还有一种的趣味哈，刚才讲的俩，韩国有含羞草啦，每个人都喜欢写时间俩，听你写字就好念。韩国有俩牵牛花啊，牵牛花，你讲的朝颜，俩全部系写时间芦笋看得到，韩国阿公冻熟死的，爸爸走啦。其中有行哈系俩算外来的啦，系外来的，那个盖伦发，叫做缅枝哈，叫做缅枝。其实两种的发展，跟你写些是好少看到，讲，所以我写故事，你当中的发嘛，对，所以写故事的时间哈，是会想到，听底下学校地方多啊，常常有的新住民小朋友啊，他见到的妈妈也是很关心孩子啊，常常为了接受莫舍类老师交流一下，所以我启动你们来介绍一下，你新住民，我启动了解妈妈其实很勇敢呢，可以离开他们家，他很然来为少到聊回来，然后结婚，然后又到谁得去适应的用半年哈，所以使到见到个缅枝对照起来。就变一则故事，希望大家都学到，除了就想到的校长、老师啊、同学啊，还有注意到一些新住民的妈妈，所以基本介绍了，两类话按到，其实我唔会讲，我知道我唔会讲记得该种的，两话按到故事底本如讲。按照里拉瓦蒂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很棒的是，你想要了解他时间啦，网络上挺多资料好做的查，所以希望大家看到个故事，每周在注意到你新住民的妈妈。你係結合你下社會啦環境現象啊，錯啊！所以先生是跟講，全部其實大部分當都係樂錢咧，係錯。講下你係苦瓜嘅人啊，苦瓜人真正哈，所以是來留下來欣賞美好，自己手作有的東西美好。是。除了因為你還有寫哪一本書？那本書你發10公年的時間樣寫，是係一本。
春发梦露，没有一张死发。没错，没是从植物落去。嘿，可是望露两个字，我自己本身看，其实露佢没有节气的意思，不过咧有一只启蒙，也有盼望。那露水有点像是，要是你透出来是这样的露水啊，好像在迎接、期待那个阳光。是，两本书是好沉重的啦。我写的故事俩是某场植物研究社。很快乐的啊。我写两本书，其实写就差不多就10年。上回开始写，好开始写就是停下来，写唔下去咧，写唔下去咧，就因为一包了一长的时间，有时都唔写就唔得，一停来写，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写就写到一长的一包了。就写唔下去咧，因为下来，我因写听，差不多拍咗10年的时间。因为我因是一下开始写的时间，我是到这个讲，你一天完成2本故事，坚持下，可是开始写时间，我是知道我的主角挺辛苦的，佢拄到的事情挺难过的，太悲伤了。我这个唔定用扮演去。帮助他哦，我连作者啊，唔定用办很好，所以我会停下来可能去充实一下自己，或是转换一下时间，再个倒转来写，就起到有拄到问题的时间，我就会去研究。所以因为讲到底你写嘛，该写到按辛苦按长的时间，其实俩写系一些老阿嬷慰安妇的故事。所以你係好沉重，主要是關心有到5線嘅議題啦。其實無論係講頭擺街都真正當辛苦阿婆記得，係講你係現在社會，可能講到性別的平等，來講女權，你拄好，你係兩個係什麼啊？從什麼一個角度去看當到嘅議題，也係有到唔反對嘅事情。其實真嘅唔反對，所以你問我講，你有熟悉哪一隻係慰安婦阿嬷嗎？其實冇。可是你新聞的事件啊，或是歷史上的討論的事件，其實從來會看到這3個字。所以你知道，你記得讀到，你看，你想象一下哈，該下15、16歲的時候，本來心抱着希望係講，我出去做護士，轉來我賺到錢，轉來老母較甜笑。可是佢讀到的事情完全唔係咁樣的事情，讓他的人生整個完全變咗咧。然後你就到可能咁樣是走起來，就到倒轉不下來，讀到係很好冇窮人嘅。可能冇法度面對自己講，不看見係你社會嘅冇法度接受佢啦。可是叫人用扮演。讓自己再生活下去，所以呢，其實從頭會停下來，用扮演讓我書裡面的主角再站起來，其實係真重要嘅。韓國一隻好重要嘅問題是，因為我寫嘅係兒童文學，本小朋友看。成日做得接觸嘛，做得了解，用呢啲探討嘅想辦法本佢。進入到這個故事底本讀來，你會知道，按嚴重的問題，或是按嚴肅的問題，用扮演，所以我底本讀就表現咗小女生，小女生的主角。那這個小女生的主角，她也碰到了基美讓人家慰安婦阿嬷強人讀到一個人生中非常大的意外事件。哇！所以一隻阿婆，一隻細路，兩三個強下。來面對佢人生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好，我用春花的意思是2個那麼這麼花樣年華的女孩，她需要去期待好運嗎？還是期待什麼人來解救她？還是其實從自己心裡面出發？那我們另外的人用扮演來看佢的。我想透過現在啱講，大家當上嘅啲講，到底啲度嘅主角要得到力量冇？要勇敢就講面對佢自己，好好生活下去冇？等下到轉來節目，我想等一下就來揭曉，好嗎？好，等下繼續轉到節目當中哦。
家轉到福氣來嚟，今半日呢邀請到兒童文學作家陳淑儀先生來分享，佢透過用植物的方式來寫青島的故事哦。由植物研究社韓國呢，家下講到了《春花夢露》呢本書哈。是。其實咧講到先生，雖然講哈心痛的故事啊，咁講我知道用哪一種角度去看佢，我知道啲度嘅角色當勇敢，因為佢很係好好的生活下來面對，雖然心肝度會有些憤怒，會有些不解，為什麼是我？很愛哈，會遇到安樣嘅事情，我希望我是不要被別人侵犯的。是。我喺地度其實有一隻議題是係當重要，但係台英細子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人認識，所以講，你自己嘅身體也係講，你對人嘅尊重，對人嘅看法、想法，或是不是要介入別人，也係講，用別人來拍生人貨品嘅相處，其實都喺呢本書地度誒。頭先我有介紹到講，因為他要接近兒童讀者，所以我們有安排一個小女生的角色。那佢每讀到一個很意料之外、意想不到的狀況。在這個故事裡面的安排就是，他平常去補習班補習的時候，他的爸爸媽媽放學的時候為了接佢啦，可是該日呢臨時有事情，爸爸媽媽是講你自家轉去做得冇？其實佢5年生、6年生的時候來講，後來做得自家轉去，佢媽媽是當佢講，你一天行到該人好多嘅態路，你冇做行到該細路而去，可是了解細路是想愛做到轉去無卡，所以佢真正是行細路的過去。行細路過去是拄到反應，拄到大野狼咧，拄到大野狼咧，所以而且整件事情是發生到讓佢利用扮演是好，所以佢對所有的人佢唔想面對咧，佢也唔想上學，唔想講話，所以佢對無卡咧，唔係去學校，唔想去學校，所以就都變做爸爸媽媽是衝突咧，跟媽媽講細路拄到呢樣事情，你一定莫勉強他，支持他。跟爸爸講，喊佢去讀書，你去經常的去是某人對你發生乜嘅事情，所以故事是從兩樣下來，我們其實拄到頭先講嘅隻阿媽，按到春草阿媽，啲阿媽其實佢一家心肝肚就當台石頭砸咧，可是佢袂去照顧人，所以兩隻，所以阿媽撈兩隻細毛嘢是向下發展落去。可是我睇到頭先你頭講嘅，你要注意嘅事情，其實是像頭先講嘅，佢行細路嘅時節拄到嘅事情，你是在老你這個小孩，我是學生，提醒他講，你自己的身體自己要，其實我從來會該下到學生去講嘅，你穿泳裝嘅時節，遮起來的部分，就是你最自我的部分，沒有任何人走得去碰觸那個地方。對，這個觀念一定要給他建立起來。所以為了學生啊，係啊，雖然要當到事情，你冇法度防範，嚇，又係講真正拄到動態困難，可能無論係成日也講台語，可能你沒有辦法抵抗。咁講哪一隻角度，你講到係講大家人都有尊重朋友嘅概念。你不要去介入別人的身體或生活，係講莫講喊話。其實你喺度事情是會減少動到。錯，你唔係本佢安泰嘅壓力。所以像是你從來喜歡講好奇我很好奇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佢係冇想嚟讓你講，你去問，你問到你咪冇乜嘅幫助啊。係，等佢知道佢需要跟人家聊一聊，佢想到你，表示你對佢嘅關心佢低，佢會讓你講。冇事，你咪唔好講，我幾人愛講，愛是到佢講，我穿來穿去，有咩係真唔好嘅事情啊。所以兩本書裡邊讀有安排到兩道情節，希望講小讀者讀得咧，佢咪自己有感受。你不要太好奇到去干擾別人的生活。對啊。然後我睇到前頭嘅是。第本讀還係有表一隻希望。雖然我兩隻一個老太太主角，一個小女孩主角都碰到這麼嚴重的事情，可是到最尾我還係有安排到機會，有個力量來面對以後的生活。我覺得你係輕鬆然後
事情啦。所以提高先生讲啊，就讲按你讲细细节啊，成囡仔啊，好奇心当中，不过总系哈，他因为讲，哎呀，谣言止于智者，然后你什么消息讲不讲啊？哎呀，谣言止于智者，因为上戏会的乐队小团体，好，大家会上操啦、认假啦，咪讲理讲解，系讲有俩机会，一本按你有机会，好，冇安好文字，哈，也系讲家下多咗咧讲。家下咧尊重拍生意，係講每一生意都做得尊重拍生意。所謂的這個犯罪率，也係講對拍生意冇尊重、冇禮貌的事情，它可能就不會發生了，因為你懂得講不要去侵犯別人嘛，哈。無論係講話，也係講實質上你可能碰他一下，踢他一下，是都係強容的意思嘛。不過在這之前，安妮和黑兒先教我們的孩子，保護自己的方式，有界限啦，对，界限在手。所以呢本書我遲到係將咪當好嘅教材，因為呢教材是問大家啲講，雖然督導事情，你要用扮要面對，也係講身邊人督導事情，你要用扮應來對待佢，是你的關心要怎麼樣讓對方覺得舒服，好，家下講到咧，有希望，還個療癒啊，哈，譬如講咧憧憬，其實他們的情緒，他們也需要有抒發，對啊。好，也係講咧地圖有請到因此不來練習，有也有植物哦，有地圖還有睡蓮，對，有睡蓮，還有熱頭髮，對，可能我自己真嘅很喜歡植物哈，所以像這個睡蓮，我知道那個為安撫阿嬤對照，雖然他在這麼我們說出污泥而不染嘛，很辛苦的環境，可是佢憨黑走的開出很好的花，好，然後裡面的向日葵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向着陽光，不要再給自己那麼大的陰影，這樣子。真嘅呢，也都冇簡單，因為上次安尼冇法度現在安尼嘅過去，不過安尼做得看透天，喺家庭安用扮演來生，就是還是要抱着希望。兩本故事其實係上來講第一本，好沉重。啊，第二本會寫係一個眼不帶血嘅阿嬤，所以我又給我講一下安妮台灣阿嬤嘅故事。哇！對，像安妮那個柿子色的街燈哦，也是台灣阿嬤喜歡嘅故事。係，因為係一隻阿嬤嘅故事。所以可能我這像都是女生，然後漸漸的年紀也有一些了，所以特別會去關心阿嬤，所以這個是阿嬤的故事的第一本。尤其好，安妮從成年啦，到青少年時期，到開始做事，到結婚，到共成年啦。雖然我哋還冇做阿婆，不過對五線嘅角色啱係轉換，我相信心境冇強弱，就是因為這個心境的轉換，其實佢有分量，慢慢累積，尤其我細細聽阿婆睇，所以看到前度嘅阿婆，尤其喺客家人嘅家庭裏頭，佢當有分量，又係講真正愛做當多嘅事情，見頭其實係開貴不開人，無論乜嘅事情都係信任到金鐘老係這樣角色，係啊，對。所以線上家經講到哈，這個俺喜歡吃不哈，咪透過一片一片的冇強嘅書寫，無論係植物嘅角度，今天講到女生呀、圖案阿姨、女子等等，要當到冇強嘅觸角意思啊哈。咁今日安尼基本嘅主題都是吃不，線上一起到乜嘅吃不就得代表你自己。其實你個問題就對難。唔講我楊扮演代表我暫時唔係講代表，應該講我最喜歡的哈來講，我很喜歡嘅。係野薑花，野薑花，客家人都會摘到不卡。我有時候你覺得比較悶或者什麼，你聞到那個它的味道，哇，就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覺得野薑花對我來講，然後我喜歡我起到我們就別種顏色的哈，我喜歡那個單純的原來的白色。然後它在水邊這樣一大片，然後開起來的時候，我覺得好好療癒。對，我起到對我來講，我係北部嘅客家人哈，我哋南部嘅客家人咪用野薑花葉子包粽嘅。
白葡美柚啊，白葡马六啊，我们不怕好少啊，应该啦，我只觉得哇，野姜花实在有冻酱哈，就我记得内湾该为美就野姜花入食嘛哈，然后味道很好，所以我非常喜欢它。哦，系安样呢哈，绿塔呢？我自家像咧植物研究社地图，我透咧。鸡蛋花，因为佢嘅花语爱跟勇气，很爱非常喜欢。是。相信各种嘅植物都有佢嘅魅力啦，特色。我咪相信咧树地图，无论呢，你遇到乜嘅困难，我祝福所有嘅朋友，大家都做得有勇气、有盼望，面对每一日。因为我相信你嘅人生做得过得当精彩，用你自家来决定。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先生，希望你好数，希望你，咪希望所有嘅朋友聽呢，你哋節目當中聽呢宋醫先生嘅書本，你係親自家心感到嘅感覺。好，希望大家嘅收看咯，大家嘅技術聽呢先生咧做完同了，講了了，拜拜。